无声。新相诗160首，160首，音控好像没声音了。160首。愿主永永远远甲咱伫地，阿们。这时间来搞好敬拜赞美，请大家闭眼睛。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寒冷的天气，总是咱用欢喜的心要来学习咱的上帝。你甲你的正面甲倒面讲，咱同齐来学习上帝。咱起立，一切感谢学习归于咱的上帝。一切感谢学习，拢归我主我上帝。你是靠你救世。
的荣耀归予咱的爸上帝。你确信主要建立咱这群大龄的勇士吗？阿门。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勇士，一群充满活路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无悔的名。主我灵去建立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这最合理，你的期待。你的信仰的高度，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勇士，一群充满活路的勇士。你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可要荣耀我无悔的名。主我灵去建立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这最合理，你的期待，你的信仰的高度。主要爱咱会当来祈祷，会当为主来传福音，这是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伫罗州教会要做正水的工。主啊，帮助阮，互阮会当靠着主你的圣神去传扬你的福音，互阮的性命会当荣耀主你宝贵的名。主啊，求你兴起罗州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当咱等来唱到副歌的时，我盼望咱大家会当唱。主啊，兴起罗州教会。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勇士，一群充满活路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无悔的名。主啊，兴起罗州教会，兴起罗州教会，互我靠你来坚固。这最合理，你的期待，你的信仰的高度。主啊，兴起罗州教会，兴起罗州教会，互我靠你来坚固。这最合理，你的期待，你的信仰的高度。主啊，兴起你所建立的罗州教会，这是阮所盼望的。我咱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先安静咱的心，伫上帝的面前，听候圣神来到咱的中间。咱轻轻的唱。我的心安静，你的面前，我的聆听后，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你的面前，我
前，由你来对阮的心里讲话，阮渴望你的同在，主啊，帮助阮，会当甲你相遇。哈利路亚！主啊，提醒阮属灵的性命，互阮伫敬拜的时，阮就要拄着你。主啊，对阮的性命来讲话，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我的梦想，我心所听，安乐家己，互你引导。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我的救赎，有你引导，我路总免惊。你是手轻轻看我，令我会帮助我，令我一生和你记的家。你是信心的上帝，你是我的救赎，有你引导，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看我，你永远会帮助我，因我一生和你记的家。你的手轻轻看我，你的手轻轻看我，你永远会帮助我，因我一生和你记的家。因我一生，因我一生和你记的家。主啊，你知阮的软弱，阮凡事拢捌受过试炼、试探，总是阮毋茫阮家己一样，我会当抱着喜乐的心来甲教会，委心伫教会，阮要全然来服侍你。主啊，求你使用阮，毋管阮是伫个招待，还是伫个敬拜。伫敬拜团，还是阮单单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唱歌学乐你。主啊，这拢是一份服侍，求你会当发现阮的恩赐，互阮会当照着阮的恩赐来服侍你。主啊，阮感谢你，阮知阮的帮赞对你来，阮无够额的，求你来加添。主，阮感谢你，学乐你。愿阮今日的敬拜会当成做芳芳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主，阮的敬拜、感谢、学乐，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你就明白公义，判断正直甲一切好路，因为智慧要入你的心，知识做你的身份所欢喜的，计划要保护你，聪明要保守你，要互你闪避歹路，脱离讲行逆的人，去互人放杀正直的路，行黑暗的路。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请献开圣诗18首。我心阿罗上帝吟全首，请起立。我心阿罗上帝。请坐。这时，咱额头动心来祈祷，听听阮的天父阿爸上帝，阮的主，感谢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会当认捌你是阮上大的福分。你赐下你的独生囝耶稣，成做阮生命中唯一的拯救。你要阮常常欢喜，常常不时祈祷，常常凡事感谢。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有容允你的儿女表达阮的心意。求你使阮开放、顺服、感恩的心，帮助阮脱离讲行逆的人，帮助阮闪避歹路。求你使阮聪明的智慧，引带阮行正直的道路。主上帝，阮求你伫阮的教会来掌权，引带众兄弟姊妹，为了教会的复兴来跑走，互阮彼此相听，彼此连结，彼此同心，彼此行公义、好人民，来甲主同行。愿主圣神甲阮三角对地，愿上帝伫宝座得到荣耀。愿今仔日的学路甲敬拜，会当荣耀主上帝。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赐阮平安。
就是咱做伙来启用。启应文伫新姓诗后壁面，启应文60，启应文60，哥林多前书13。现着我来启，兄弟大家来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义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做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会接落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年，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做安尼信、盼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刷接是圣歌队献诗，今日所要献的是放我伫你圣洁内。
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13节到第3节，现着兄弟来看，我来读。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另外一位记载伫《路加福音》第6章28节。《路加福音》第6章28节，28节，蕊骂恁的，就甲因祝福；凌辱恁的，就替因祈祷。以上。现在，请起立，咱做念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像咱。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为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下面是讲道，今仔日所要讲的道是祝福，正做祝福的管道。我将下面的时间交予国成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过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拜，就是咱伫视听影音上面得到满足的享受就是咱的玉之兄所录制的好消息真情部落格的节目伫礼拜2暗时来播出来有收看的请举手感谢主占约要一半啦无看的袂好看的无要紧伫咱的群组顶面有搭迄个连结趁还阁未过期进前你会当连结来收看对于玉之兄有搁较清楚的认捌甲了解，因为真侪人对你来讲拢是一个谜，但是对这个节目咱看见伊怎样信主，怎样伫福音的事工做真好的工，咱家鼓掌，家鼓励相信咱伫顶礼拜，咱嘛有视讯的祷告会，甲正教会以及韩国三民长老教会，有即个短宣祈祷会透过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教会无法度实体礼拜，以及真侪宣教的活动嘛停止，借着安尼的连结，无互咱停止聚会，嘛无伫圣神的内面嘛无互咱即个联系无停止，求上帝引带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你听阮，随望天气变化，祝你引带阮，施恩伫阮的心上，嘛保守阮每一个人的身体，有你来圣神来引带领，互阮得到健康的心灵，得到勇壮的身躯，嘛互阮伫彼此大道关怀中间，祝你的圣神的做工。你的圣神的引带来帮助，罗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为着福音来努力跑走，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即摆这个国家甲地方有一个一个现象啦，就是讲捷运如果开到哪里，发展就到哪里，这是一个带来
欢迎人潮人潮甲进步的这种措施整个所在的开发有捷运跟没捷运差很多。我想住伫泸州的兄姊妹感触应该上深。如果若无这条捷运开到遮来咱的交通也是咱这便利性就无遐尼好上介重要的就是讲繁荣，然后又有进步如果若有两条路线交汇，会变成安怎？会变成一个转运站，迄个人潮，迄个出入的人口相对会变多，便利性嘛会变较好，甚至地价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同款的道理，如果自来水的公路若无到恁兜，你嘛无自来水通用过去就是安尼，网络线无牵到恁兜的门口，牵到恁兜，你嘛是无网络通用。同款的道理，道路、铁路建设若无连接这交通的运输物资以及产品，就真歹去运送，人潮就袂聚集，人就袂方便去交流。所以要正做物件聚集甲分散的所在，咱叫集散地一定要是一个交通便利、发达的所在，正做人流出流入的所在，正做物品流出流入的所在，叫做人流物流。即摆有一个咱讲伫网络买物件，叫做物联网连物件的即个网络，所以即摆实体的商店开始咧转型，真侪大卖场伊嘛接网络的订单，这是时代的一个转变。咱叫做人流人联网甲物联网。人联就是咱有真侪这社交的这种 app， 也是软体包括玉志兄嘛有成立一个这个古典好好听这个群组，也是讲这个 FB 咱若有兴趣嘛，当去听看卖古典的音乐。所以管路若是畅通，若是会当流通，一切就会当顺利，就会当流通。同款人的祝福嘛是安尼。如果这个祝福的管道若是流通，就会带来人的交流互动，这就安尼带来兴盛，带来福气，带来欢迎。祝福是需要互相来流动。你若祝福别人，你倒转来到你的心上，回馈到你的身上的祝福越大。所以咱甲边仔人讲奉主的名来祝福你，然后佮祝福我。咱甲边仔人讲奉主的名来祝福你，佮祝福我。这是祝福我转来佮较大。所以咱的基督教是强调一个互相彼此祝福的宗教祝福是爱发自内心、真心、真情甲真意，对内心的真诚发自内心的感动。必来喊互上帝竞选，正做要祝福的人，一位许上帝看重佮愿意顺服的人。伫阿必来罕的心上，咱看到伊愿意顺服，愿意服从。咱常常咧讲，顺服就会蒙福，顺服就能蒙福。所以顺服上帝的心意，服从上帝的旨意，咱有这两个意，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阿必来罕伫伊顺服佮服从的中间，考验伊的是甚物？考验伊的是信心。上帝考验伊。考验必来罕对上帝的信靠甲信赖，对伊献家己的囝以撒的时刻，就是上帝予伊一个试验。但是必来罕安怎？圣经记载讲，伊就过工，伊就透早去就破准备要献烧祭的茶，然后带囡仔甲以撒已经两个使用人台语圣经讲两个少年人去到地，去到献祭摩利亚山摩利亚地，伫遐上帝交代阿伯拉罕的代志，阿伯拉罕亲身去做，伊无交代其他的人。
所以献囝，献以撒这个山，后来成做所罗门王起造圣殿的所在。历代志下3章1节讲，这个所在后来成做竞选成做要起圣殿的所在。亚伯兰，也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对11章记载开始，然后12章就是咱今日所读，开始记载这位信心的义人、信心的老爸的故事。上帝甲亚伯兰讲：你得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到我要指示你的地。伊爱离开伊真熟悉的地理环境，甲伊住的所在。伊难免嘛有一寡心毋甘，出门在外难免嘛会拄到困难甲挑战。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个信心的人，但是伊有2届去拄到挑战，但是伊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这个危机还是挑战？伊讲我的某是我的小妹，伊用这2届来相比着可能是一个危机，这嘛是伊家己自保的方法。有可能伫外面伊无势力，伊家己都顾袂了，佮法度佮顾着伊的某。所以第一届是因为饥荒落去到埃及，伫即个文明的所在埃及，面对有权势的法老，伊就安那讲这是我的小妹，因为迄个所在是一个有制度、有军事的所在，所以咱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马上就浮出台面伫创世纪的12章迄个所在，咱看见。虽然是信心的老爸、信心的义人，伊嘛有伊软弱的所在。第2届亚伯拉罕伫迦南地南边的基拉尔纪念日迄个所在，伊拄着当地的阿比米勒，伊嘛讲撒拉是我的小妹。这到伫创世纪的20章，所以这2段类似的经文，咱会当知讲亚伯拉罕虽然有信心顺服上帝，总是亚伯拉罕。嘛有伊无完全的所在，嘛有伊软弱的所在。虽然伊软弱无完全，总是上帝要赐福伊，要互伊成做大国，要互伊的名成做大。咱信主的人，咱信上帝的人，咱嘛要奉主的名来祝福边仔的人，讲你嘛要成做。上帝赐福的人，咱甲边仔的人讲，你要成做上帝赐福的人。咱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检采比咱的软弱搁较大，有可能，总是上帝讲要赐福伊，就赐福伊；要成就伊，就成就伊；要互伊成做大，伊就成做大。这就是上帝的命定。咱人彼此的中间，咱是用祝福；总是人甲上帝的中间，咱是用祝福赐福所以今日的题目，如果若讲祝福的管道，就是讲咱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总是今日牧师用正做祝福的管道，是要帮助大家用祝福，互相彼此祝福的角度。来看咱彼此的关系彼此的感情，嘛帮助咱的教会成做祝福的管道，甲福气的集散地，就是讲福气组织伫遮，佮接着咱这个所在会当分出去所以咱组织的时，今日咱就是组织的时间每一个主日也是讲周间祈祷会也是聚会，所以咱组织的时，咱做伙敬拜。咱做伙礼拜，伫遮读圣经、祈祷，甚至咱有团契的时间，有礼拜的时间，有聚会的时间，嘛有做伙练圣歌队、练诗的时间，做伙练敬拜的时间，嘛有做伙分享的时。总是咱分散的时，要创啥？咱分散的时会当去传福音，会当做啥？大家灵修，互相带导，咱每一个。组织拢有赖，就时间，大家彼此联系、彼此联络，
甚至会当灵修等等，所以会当做的代志，伫组织甲分线，拢会当做真侪的代志。咱同心团契对今年开始读创世纪毋知读到第几章读到十几章已经超过今天的进度了今天是12章所以已经超过12章所以讲咱若读圣经的时，会比出咧读圣经，还是讲家己读圣经，迄种的感觉佫无相款。上帝要互亚伯拉罕成做大的国，要互伊的名成做大。上帝要照着伊成做正人的福气，也因为亚伯拉罕要成做地上万族万邦万民的祝福。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得到福气，咱嘛因为相信上帝。因为福气临到咱的中间，成做祝福的管道，亲像亚伯拉罕一样。咱要成做祝福的管道，第一，咱爱有大的心胸，以及要胸怀大志。你唔是干那有大的心胸尔，你爱有这个大的志向，要有这个大的志向唔是你的志足大了，叫做大志迄天有去真理大学听看一个影片内底有介绍着一个新杜夫道造新杜夫道造这个名伊是一个日本人，伊是一个国际政治家，伊嘛是一个基督徒，伊嘛是一个农业的专家甲教育家。伊伫这札幌的农业学校伫遐教过册。后来台湾的总督总督府伊要改革台湾的整个的环境因为迄阵日本接收应该是讲台湾迄个日本人管结果迄阵拢管到足无效率的迄时阵真侪建设真浓所以日本帝国用足侪资源伫台湾这本土遮的建设。总是这官员可能效率毋是真好，所以新的总督来，伊要聘请较有专业的人，较有才调的人，来改变台湾整个的建设。因为迄时阵管了无好，甚至日本有人讲规气卖互法国就好卖互法国，互法国去管理啦咱就莫去管理台湾。总是日本人伊为着民主。嘛，佮继续来管理，所以阵即个新杜夫道造伊就用聘请来台湾来做农业的即个农业的政策，伊提一项啦，就是讲咱台湾真适合做糖业，做糖业就爱有种甘蔗，种甘蔗一定种植的方法爱科学化，爱改变即个甘蔗种植。对农业开始，然后制糖要有工业，要有工具，所以这制糖工业的现代化，所以这两项会进行啦。无到5年台湾的经济财政就独立啊，无到5年啊，本地拢日本爱来爱用因的政策放经费伫台湾，总是5年无到5年台湾的经济已经会当拍平啊，没有赤字了。所以伊称作是台湾糖业的老爸。伊的相啦伊的相拄放伫因日本钱5000円的顶面啦这有放20年啦即摆已经换人啊所以讲有一句话叫做人爱有胸怀大志，人爱有这个心胸大的这个志向所以这大的志向毋是你个人，是你爱互团体拢享受会到。所以伊的政策伫台湾实施了无到5年，经济就拍平，甚至以后咱台湾糖业到即摆影响到即摆所以使徒保罗是拄符合这个条件，因为保罗讲我要将福音传到地的尽头。保罗的志向，伊的心胸是要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福音。伊心怀大的志向，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的尽头，西班牙，
保罗是外邦福音的先锋，伊嘛是爱有广大的心胸，甲心甲胸怀大志爱真做安尼人，才有法度真做传福音的管道。阿伯拉罕伊离开本族、本家、老爸的家，到上帝要指示伊的所在，到要领受这老年甲美的迦南地。如果伊的心胸若无够大，要安怎容纳祝福？心胸要远大，才能够容纳这个祝福。宣教师嘛是有安尼的心胸去拥抱这个世界要有如此大的心胸来拥抱世界。如果你若无法度拥抱世界，咱要哪去传福音？所以咱若无拍开咱的心，甲咱的眼光放伫世界，咱嘛无法度将福音传到地的尽头，减死。如果马街博士若无来台湾，咱台湾北部要哪得到福音？有可能咱台湾北部要得到福音会搁较慢，因为福音一开始是对府城开始对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开始。如果这个宣教师若无来到台湾，咱要哪得到福音？所以基督教的真理，毋是咱家己享受，毋是自私的我，是对你个人到伫整个的国家，到为人服务。所以从今日所读的经在讲你得离开本地本族到我要所指示你的所在去。这就是阿伯拉兰，伊有安尼心胸，有安尼大的志向。第二，咱爱包容接受彼此的差异性差异世界遮尔大，无共款的文化、风俗、语言。语言当然伫咱国际要交流扮演真重要的角色。语言嘛是宣教真重要的关键。所以马街来台湾一定爱学台语，然后来带5个遐个人张聪明，张聪明伊的名是叫做张苍啦，苍的苍洋葱的葱是后来马街说这个聪跟聪明的聪一样，就加了一个名就聪明张聪明女士真做伊的太太。所以咱看到你要拥抱世界进前，咱先爱了解你家己。所以咱家己的文化语言特别是母语爱明白互清楚。你才知影讲你的角色是啥，你伫世界的角色是啥，然后甲世界对话。上帝伊的眼光放伫全世界，放伫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咱要真做大，佮受祝福，咱爱先了解文化、风俗、语言的差别，到会当彼此来接纳。人甲人中间嘛是安尼，你要了解到迄个彼此的差异性伫对，差异性在哪里，才能够包容跟接纳。台湾会当互上帝所听，真做宣教师传福音的所在。台湾嘛真做上帝祝福的一个国家。最近有人传一个杯来讲这是敢若是美国遐人的杯讲我不要治疗了，我只要去台湾就好我免治疗，我去台湾就好所以讲相对台湾嘛真做世界的祝福。有一首歌，咱大拢会晓唱叫做《耶稣听我，我知命》有人讲这台语诗歌台语诗歌，其实这条歌是美国的诗歌唱久来安尼变成台湾歌耶稣听我，我知命这条歌是全世界的圣诗所以这条原本是外国的诗歌，来到台湾唱到变成台湾的诗歌。咱咧毕业的时，咱拢唱离歌对无离歌这条歌竟然是苏格兰的民谣所以讲咱咧唱歌的时，这台湾歌其实伊是外国歌这离歌所以这离歌是苏格兰这个福克兰斯坦利这个人伊创作的所以讲国际是一个普世性上帝国嘛是普世性，上帝祝福伫国际中间嘛彼此来流通咱顶礼拜有一个线上线上的祈祷时代进步，
虽然是真远的距离，咱会当伫线上做伙祈祷，咱会当伫线上彼此来代祷，求上帝引带咱度过即届世界疫情的困境。咱虽然上走2020年，但是伫新的一年，咱嘛是面对疫情的挑战，面对病毒的肆虐，面对着病毒的威胁。所以教会之间，咱会当互相来打气，互相彼此来鼓励。咱线上祷告会，你有看的野唱？感谢主吼，还佫有已经10几个吼。透过因的分享，互咱知影讲伫韩国的教会也无法度实体的礼拜。虽然看到台面上遐带敬拜，也是咧讲道的牧师，其实台骹是拢无半个人。有一个角度小可看会到啦吼，所以透过安尼，互咱伫线上其实嘛会当做伙连结做伙代祷。上主的疼，伫阿伯拉罕，伊有领受着，伊嘛有得着，伊要互伊的名真做大，要互伊的国真做大。基督徒嘛，因为咱有信仰的老爸阿伯拉罕，嘛真做祝福的管道。所以万族嘛要因为你我来得到福气，来得到上帝的祝福。第三祝福是爱来自正向积极的话。咱真爱共按赞吼，那伫迄个看到迄个社群网站FB 就甲伊按赞吼。伫世界创造的大声，上帝检采着命定，咱会真做共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伊有所人书第1章第40讲什么？伊讲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声，伫基督竞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圣，无通嫌。所以伫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就伫基督内面竞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咱今日组织伫上帝的面前的内面。咱真做罗州教会兄弟姊妹，检采则是讲，伫上帝咧创造的大声，已经伫基督的内面，要互咱做伙组织伫即个所在，真做共同体。所以教会是需要用更较侪正向、积极来彼此鼓励，来彼此帮助，用积极来扶持彼此，安尼即个管道才会流通。如果即个管道若塌掉的，要安怎？恁兜的水管若塌掉会安怎？恁兜的马桶若塌掉会安怎？爱用通乐，所以真侪只的可能是垃圾的物件、无流通的物件塌掉的，哇，就袂通。所以软糜就做是只无好塌掉的物件。求上帝帮助，互咱祝福的管道会当畅通无阻有一条。即个韩国的诗歌我第一个听到即条的诗歌是伫林牧师的小妹伫东海大澳举行结婚礼拜青年伫遐献诗讲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而被拣选的人你是为着要接受主的疼被拣选的人即条歌足好听，我听讲我一定要来学即条歌真正我后来有学起来这条歌是讲，你是为着要接受主的疼，奉拣选的人，伫你的生命中间要接受迄个丰盛的主爱。伫创世以前创世以前，就开始上帝迄个丰盛的主爱。因为借着咱的相遇，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你有结出果子吗？感谢主，我们要继续结果子。所以伫这世界，因为你宝贵的存在。带互咱彼此足大，真大无比的喜乐。你是为着要接受主的疼，被拣选的人。所以咱若甲边的人讲，你是互主拣选的人。所以你是互主的拣选的人，要创啥？要接受迄个丰盛的主爱。所以祝福是来自正向积极的话。如果若无疼。如果若无疼的感恩无疼的乐观，无疼的付出，无疼的原谅，无疼的关心，这祝福拢是塌掉的。所以咱爱有疼来包容，
才有正面的福气。路加福音嘛，甲咱讲着讲什物？吼，蕊美你也爱甲伊祝福，吼，领着你呢爱甲伊祈祷，爱替伊祈祷啊，吼。虽然甲你骂人，你爱甲伊祝福，吼，你爱甲伊祝福，吼。求主帮助咱，这就是耶稣所甲咱讲的，吼。所以12章啊，创世纪12章第30讲，祝福你的，我要祝福因啊，吼。所以上帝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啊，伫教会啊，咱爱彼此有三连结的事，咱伫祈祷、伫读圣经、伫礼拜、伫团契、伫服侍的中间，咱互相三连结。伫每一个人的内面，咱爱有感恩，咱有乐观、付出、原谅，彼此三关心。伯拉罕的名，伊甲4个宗教有真大的关系，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称伊做先知吼，所以咱知影讲，主要互伊的名成做大国，伊即马来看，已经完成应验主的话，所以咱基督徒的服侍，咱的基地是要互人，是要成做人甲人即个中间祝福的管道，愿主使用互咱，咱甲边的人讲，愿你成做祝福的管道。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施恩互阮，互阮每一个人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福气，主你施恩伫伯拉罕的心上，主你的照款来施恩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落去教会，成做彼此祝福的管道，互阮每一个人嘛成做祝福的管道。当祝福临到阮的时，阮会当将福气接着听。这着关心，这着彼此的关怀，该分享出去。愿主你施恩互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回应诗160首。回应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现在请起立，咱吟全首。诗曲我需要主，给大主名，就听我主的声。心里是去到我的地，我羡慕之后福气，我来救你。是去我需要主，你那君我，一年拢无快乐。我的地，我羡慕之后。
者请坐。这时，我们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准备。现在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这是咱做伙来读谣句，谣句根据记载伫周报的正面下骹，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请，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第2节，华语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纪12章下面是报告甲欢迎新的朋友。首先，我来报告。本会消息，伫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有准备心来出席。第2月份的礼拜，咱记载伫遮。2月17是圣礼典合堂，2月12是新春青霞礼拜合堂，2月14是春节的假期是合堂，2月21两堂的礼拜，2月28是会员好会合堂。以上的礼拜，咱请华语堂的兄弟姊妹特别留意。第3项，洗礼报名，咱伫个4月14，本会今年度第1摆的洗礼，欢迎新人甲小儿报名来参与受洗。报名截止的时间到2月17。报名受理的报名洗礼的上完洗礼前的信仰造就课程，才会当来受洗。第4项。每礼拜3暗时8点是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4，每礼拜4暗时10点更正。每礼拜4上午10点，上年的读经班，欢迎上年的团契甲新来的牧徒友踊跃的参加。第4项第6项，每礼拜4暗时8点，咱欢迎来登记家庭的礼拜。若要参加家庭的礼拜，要报名的，请叶秀兰长老来报名。第7项会计报告，兄弟咱家己看。第8项欢迎新的朋友。今仔日有一位新的朋友是蔡家南先生，伊住伫永安北路，伊是嘉义即个新恩教会吗？伊伫新恩教会，咱鼓声加欢迎。
啊，敢有送礼品？有吼，好，请坐，欢迎有闲过来。下面是团契消息，东心团契伫个礼拜后10点半，伫2楼举行正月份的例会，请会员踊跃参加，无导游咱嘛会当参加。第二，儿童的主日寒假的即个音乐活动，咱的即个时间记载伫个周报遮，咱的时岁若要参加的吼，咱就即个内底伊写了足详细，咱若要参加，咱就主日学的卢宏宇甲雨信老师来报名。第三项，双年团契，正月24下晡2点，诗歌、圣经的即个讨棒，甲韵律的舞蹈、音乐、敲击等，这是要上课吗？这是要上课吗？哦，活动吼。好，那吼，这是一个活动吼。啊，若要参加，免费报名吼，咱就直接下晡2点直接来。第四项是青少年团契，即个寒假郊游，时间是伫个正月30。啊，地点吼，甲即个费用拢写伫个周报内底，非常的详细。然后兄弟时岁若要参与的，咱嘛会当因来报名来参加。啊，报名参加，请找李雨信甲林佳音姐妹吼来报名。集体相通，兄弟姊妹，咱家己看，咱来为因的身体来做祈祷。总会消息，伫个正月17下晡3点，中青教会有黄英文牧师的就任感恩典礼，咱于娟牧师代表咱本会去参加。正月18是国成牧师参加台北中会社即个教社部的会议。以上，牧师有报告。大家平安。好，咱所敬听的后切姊妹，吼，伫昨下晡下午6点，吼，明主温调，啊，牧师甲咱的关怀组诶秀兰长老拢有去甲因关心，吼，甲因关怀，吼啊，点遗嘱啊，听候因定即个安息礼拜，吼，以及日念安息迄个安息的礼拜，吼。啊，咱遮做伙公布，做伙来参与吼，有可能会伫个桃园的殡仪馆吼来进行，总是预祝因要会伫即个礼拜2的讨论，吼，咱为因来祈祷吼，为着文杰吼，甲伊所有的遗嘱为因代祷吼，以上。尾变诗387首，兄弟请起立，咱吟全首煞接，请牧师为咱大家来祝祷。愿光归心为上帝，愿光心行心心三位天。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正生；愿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互恁得到保全，无通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